高雄的国定古迹日本海军凤山武线电信所已经有100年历史。市政府对去年开始征收大埕堡，今年搁再得到中央5亿外经费，要全面征收，按算115年会当完工。红砖仔墙顶悬阁有一寡斑驳的痕迹，这是日本海军凤山无线电信所毛人合作明德班去年4月风雨进行第1期的工程，修复上有代表性的大碉堡甲专区管线工程。今年阁得到文化部的补助，5亿外经费，拢总要开9亿，将这一摆修复完成，包括园区景观，也阁有其他建物修复。全部下来就是总经费9亿嘛，我们总共。事实上补助了64%，也大概就是5亿4左右。对，所以其实今天大家报告，这一个案子走了12年，终于一次我们把整个修复经费一次到位了。日本海军凤山电信所伫1917年建造，这是100年前日本海军为着要加强海外作战的能力，来起3座大型无线电信所的其中一个。这碉堡甲办公厅，阁有日本时期建筑风格，经过日本统治时代被实恐怖到海军明德训练班，国军时期嘛留下不少建筑物。尾仔伫2010年，互列为国定古迹，高达嘛加做重要的军事文化资产。这边确实是有非常多的历史的意义，有多重的不同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啊，这些经验呢都是我们所有在这里，不管是先来后到，大家在这里跟台湾这块土地的连结。市长陈其迈表示，大碉堡是贯穿历史隔代一部分。目前高雄市政府已经取得3权，希望第2期会当伫115年完工，日后加做文化古迹，开放予民众参观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高雄报道。